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刚刚我们提到节流大师讲说，修行的人，修行实际上不管是出家在家，你不该说你不能说，不该做你不要做，不该想你不要去想它。 各位对不对？那身口意都清净，这就修行。修行并不单单只有出家人才叫修行，任何人都应该要修行。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现在下面我们接着来报告印光祖师、印光大师，他讲了一段话：念佛一法，尤其专心无二。若邪持邪笔，纵将三藏12部。 赌的烂手仍然与生死无关呢，生死无关。印光祖师就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投胎的再来人。他说，我们念佛这一个方法，念佛这个方法，尤其就是特别专心无二，就像诚心诚意的专一。 不能够心有旁骛要专一，没有第二心没有第二心，我诚心诚意的一门深入。所以过去祖师都告诉我们要一佛一师嘛，一佛一师，一佛我们就叫拜阿弥陀佛，我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我就一佛，我永远的信奉到底信奉到底。 知道吗？信仰到底。一师，我跟着这个师父是专门修净土法门的，来，我就跟你跟到底了，而不是要写这个写那个。你看，如果写此写彼，有时候喜欢好高骛远，觉得哎呦哪一个仁波切怎样，那个高僧大德怎样讲的通天的本领呢，可以飞天走地各位腾云驾雾他觉得这个他要学，神通救不了生死你这个也要学，那个也要学，学这个又学那个，那这样纵然你将三藏12部你把它赌得烂手，所有大藏经赌得滚瓜烂熟你完全一目了然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什么都懂，都赌得烂手已经都熟透了，也就彻底去了解了。 你虽然有这样，你都懂学问做得很好，你的学问很高，你的悟性也很强，但是这个跟生死无关。你没有念佛念佛要专心的持念，而且不能改变莫换题目不能退转道心。如果你没有念，你就算你读经读了很多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明白，但是跟生死无关，你没有念佛。 到时候不是靠你的自己本身的学问来解脱生死的，不是。印光大师这么恳切的告诉我们：你很有学问，但是你不念佛，没办法成就；你很有钱，但是你不念佛，没办法成就。各位要听明白不是靠你的学问去的，不是靠你的社会地位去的。各位，这些东西毫不沾边呢。 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重点就是要诚心诚意的，没有二心的，好好的念佛，一心的念佛，知道吗？一心念佛，如果你能够这样，那当然了，随心满愿了，到时候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放光接引，直接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当下你就成就了。 不会再轮回6道轮回，所以印光祖师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很多人觉得他是个博士他又是什么？哎呦，硕士又是什么？哎呦，读到什么诺贝尔什么奖很厉害。我们当然很敬佩了，有这么高的程度，我们敬佩。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念佛，在临命终生死的关头，这些东西所学的。 社会的东西没办法救，没有办法救你的生死没办法救你，对你的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小心对不对要不要小心？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小心这一点，希望大家要警惕，一定要警惕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